世界大好野人马斯克拜一个时，伊讲伊要出974亿美金来买 OpenAI， 不过呢，这个计划比 OpenAI 的期待是低真多，所以随后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拒绝。阿特曼是佮呛讲，无伊用97.4亿个美金，也就是马斯克开的计划的1/10，向马斯克买 X 平台看伊买无，要考说马斯克食米唔知米价。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亿万富翁马斯克带头的一个投资集团，按算用974亿美金大开新台币3.19兆，要买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不过，这个计划比 OpenAI 1570亿美金的期待低较少的。OpenAI 执行长阿迪曼即时伫社群平台 X 顶面发文拒绝马斯克，并且呛声讲要用97.4亿美金，也就是1/10的计划买 Twitter。马斯克伫2022年开440亿美金买 Twitter， 改名 X 平台，然后因为财务无好，地数股价降低，阿迪曼超工甲滚转去，嘛有2个人卖海的情形搁再出现。实际上 ，OpenAI 是阿迪曼和马斯克等人伫2015年共同创办的非营利组织。2019年，2个人对 OpenAI 的发展理念有冲突，马斯克选择退出，阿迪曼成立一间盈利的子公司。研发 ChatGPT， 阿迪曼嘛名声透惊城。I came into the trip very, I don't know about pessimistic, but skeptical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possible in the short term to get global cooperation that would meaningfully reduce existential risk. 马斯克进前就几两摆控告 OpenAI 甲阿迪曼，批评讲因反背当初公司创立的目标，也就是研发 AI 是要造福人类，毋是要趁钱。这摆马斯克透过律师向 OpenAI 董事会开价了后，发表声明表示讲，若是阿迪曼和 OpenAI 目前的董事会想要成做一间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安尼原本的资讯机构就要对着公平的补偿，并且宣称 OpenAI 爱回归开源甲注重治安的时阵到啊，伊要积极追求这个目标。OpenAI 是指出讲，转型做盈利企业是为了确保得到充足的资金来开发人工智慧。看起来两大科技头人的 AI 战争恐惊会继续滚价。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